多谢玉华看过公安的以外来关心交通安全。真侪家长会骑乌托摆接送这个囡仔，验过呢，伫昨下晡时呢，中华道就阿公载两个幼稚园的孙仔要转去，验过经过学校门口的时呢，车向冲进前冲去咧斑马线，险互车去弄掉。警方初步判断，可能是骑伫头前脚踏板，这个囡仔呢去吹着油门，这地思讲这个车煞失控，加在所有车拢赶紧冻点，无造成车祸。 驾驶经过学校门口，驶到前边，想要到点伫咧斑马线骑车载囡仔民众，竟然向回头前冲，互轿车险弄着hin。 骑机车民众无度控制车头转来转去，规台奥多摆骑到大路中的安全岛才停落来，加在无扣别台车弄掉。危险的，而且如果车子来的话，有没有？检察看当时机车为头前冲，含大人嘛控制袂掉，坐伫咧后边的孙赶紧甲阿公摸咧，头前阁有细汉囡仔徛伫咧脚踏顶。 第二次就发生伫咧中华秀水滨政国小的门口，这车辆真多。昨日晡4点外，当下课的时间点，真侪家长到学校的门口接囡仔下课，看到阿公载两个读幼稚园的孙，准备要返去厝，不过头前有囡仔敢若无细力去吹着油门，才互规台奥多摆冲出去。因机车负载人员未规定且有闯红灯的违规事实，警方将分别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自单举发。无法度，因为除非是小朋友背顺你阿都要切掉。放在油门这边哦，一定会爆冲的。对。我们载小朋友之前哦，先小朋友上车的时候，我们再发动再起就好了。阿公载孙危险的画面，互人看到七零寒，嘛加在当时赛车的驾驶反应真紧，才无发生车祸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